收看《狗狗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看看呢，我旁边有这么大一只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狗狗直击要带大家看到的就是宠物美容师这个职业了。要当宠物美容师，哎呦，非常不简单哦。因为除了要有耐心，还要有耳性，爱心就是耳性了。带您看看。 照顾宠物跟帮宠物美容很不一样，怎么帮宠物美容？这可是一门大学问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宠物美容师就是我们的 Angel 了。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 Angel， 要照顾我们的狗儿啊，是不是要有耳性呢？除了爱心，怎么讲呢？耳性，耳性就是爱心，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什么？就是做宠物美容啊，就是一定要有耳性，然后还有耐心跟信心，就是让他们啊可以来这里洗澡，然后可以达到放松。要信任你们就是了。得要帮宠物清洗身体、修剪毛发、轻轻拟控，还要剪指甲，要让宠物乖乖听话，这真的得要专业人士才能够办得到哦。那其实我常常在想啊，照顾啊，就是照顾这些。 狗儿啊，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呀？因为呢，不会担心说它们会咬伤你们吗？小狗跟小朋友一样，你只要懂得安抚它的情绪，有时候是一个，然后跟它聊天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像在跟它聊天一样。 看看 Angel， 一下子跟狗狗打嘴鼓，一下子又得要帮它按摩。他说这样才能够让宠物们卸下心防。所以说呢，照顾宠物耳育耳性，对宠物美容师来说，有耳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大家看看，在我们的宠物美容师 Angel 的照顾之下呢，我们的想想是不是变得很漂亮了呢 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呢来认识这些毛小孩，一样要用全新的爱来照顾他们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般。当然喽，认识了许多新单字，一起来复习一下吧。来看到第一个，这是照顾，照顾，照顾。第二个有手势哦，这是爱心了，爱心，爱心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就是照顾动物要有爱心，照顾动物愛住愛心。 照顾宠物，愛住愛心。记得把毛小孩当成自己的家人来回报他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